哇！我嚟咗一個藍天海岸一座一個嘅低層 D 單位，最重要係乜嘢？一個好大好大好大嘅平台啊！你睇下，哇，幾大啊！喺度啊，晾下衫啊，耍下太極、詠春、葉問啊，都冇問題啊！因為呢個單位咧，無論廳房咧，全部咧都同呢一個平台咧扯上密切嘅關係㗎，因為可以全部出到嚟㗎。跟住嚟講，我先介紹咗個主人房先，快啲嚟睇下。嘟嘟嘟嘟，呢個就主人房，業主做咗個入牆衣櫃，三邊可以落床，樓底起碼10尺以上，仲有一個主人房嘅套廁。記住，最重要係有窗門。跟住經過一個小小嘅走廊，入到嚟呢一個原本3房改咗做2房嘅單位，變成一間大2房，亦都係非常之方正實用。出邊係一個大嘅平台㗎，擺咗衣櫃，仲有好多空間。工人啊、姐姐啊，又或者女啊，點諗都得，乜嘢都無限想像。跟住客廁都係有窗門嘅，空氣流通。因為呢個單位係811尺，所以嚟講咧個 size 係比740尺大啲、大啲、大啲、大啲，再大啲。呢一個就係客廳，坐喺度睇下出邊嘅風景。最重要講，係永久海景，可以睇到飛機嘅升降㗎。You are the control。然後呢個就係客飯廳，呈 L 型位置，最重要係亦都有一個叫做對流窗向南嘅，所以啲風係粉聲嘅。跟住廚房原跡，只不過業主做咗部分嘅開放式。你睇下廚房，仲有個工人房喺我嘅右手邊嘅，你睇下，呈好大量工作台面啦，洗衣機、雪櫃，其餘所有嘅儲物空間齊備。所以嚟講咧，水藍天岸啦，不嬲都係用家主導嘅。點解？又勁啦，又方便啦，樓底又高啦，又有採光度啦，好處數之不盡啊！如果大家對於呢個嘅單位有興趣，或者水藍天岸單位其他有興趣，冇問題，揾我東涌物業Martin，我會一次過抄晒啲盤，無論藍天海岸又好，水藍天岸又好，影岸紅又好，水藍天都抄埋俾你睇，又如何啫？最緊要你肯叫我東涌物業Martin，俾個 WhatsApp我即刻為你送上㗎。最後啊，最緊要撳我哋東涌物業嘅鐘仔，俾多啲支持我哋 ，subscribe 我哋嘅 Facebook channel 啊！期望盡快見到你嘅光臨㗎。哇，今日天氣真係好熱啊！唔講咁多，抹下塊面先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